来关心国防的消息，为了强化后备的战力，国防部实施头一批女性志愿役教育调集，总共14位这个女性进行5天训练科目，明仔载就要结束啊。总统蔡英文专工出现伫现场，甲因勉励，强调讲期待未来有更加侪女性来加入。另外，针对外界真好奇讲，这个女性甲男性做伙训练，这训练课程佫比较男性，安尼敢会真辛苦？来听看卖。 甲枪的开关试落去，标准175公尺高的目标，就算低头看，嘛看得出人是查某的。国防部第一批女性调兵员，就伫咧部队内底。总统蔡英文无来甲因鼓励。先将镭射装置安装在枪口的前方。太高，太高。为雷之前训练，听弹枪的分析，到大家做翕相，今日看蔡总统的身躯边，拢有查某调兵员的身影。 这摆拢总14个女性训练内容，无分查甫查某，为步枪射击，包括前几天的5公里行军，少年耍5天的科目，拢比较查甫阿兵哥。我有注意到我们女性士官兵有人特地向公司请假来报到，有人暂时离开孩子身边，希望能以实际的行动为保护国家尽一份心力。各位的加入不仅增强后备军人的战力。 更强化了后勤体系。我期待未来有更多的女性士官兵一起加入训练。会很辛苦吗？很辛苦吗？不会。 对方车队武器装备驶伫咧大路，工作时间今日下午6点外，伫咧台东公路嘛出现超过30台，敢若是军方的飞大车队，叫民众翕到，敢若就是要回应中共直直的威胁。一摆蔡总统出现伫咧军营，当然嘛是要鼓舞士气。 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